各位網友，大家好。嗱，今日咧就係9月17號。咁喺同一日裏邊咧，加拿大同埋美國嘅央行咧都宣布減息25點子嘅。嗱，加拿大咧就係朝頭早啦，聯儲局咧就係下晝嘅。一般市場嘅解讀咧都認為今次減息咧係另一個減息周期嘅開始，即係話咧陸續有嚟㗎啦。咁啊，今個 video 咧就會主要同大家講三樣嘢啦。第一就係個理據喺邊度，點解會再開始減息咧？第二就係如果一個開始嘅話，跟住落嚟仲會減幾多咧？特別喺2025年仲有幾多減息空間咧？第三亦都係我自己錄呢個 video 嘅重點，就係減咗息之後，其實對個經濟刺激嘅作用有幾大咧？嗱，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未必咧，好似大家想象又或者期待咁大嘅。咁我解釋咧點解我有呢個睇法。咁一開始嘅時候咧，當然就由朝頭早嘅加拿大央行講起啦。嗱，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，其實喺上次個議息聲明裏邊咧，央行行長咧 Tiff Macklem 已經幾明顯話俾大家聽咧，如果嗰個貿易戰個情況唔惡化嘅話咧，其實加拿大咧係有減息嘅空間嘅。咁所以今次減息咧，其實就基本上邊咧就兌現咗佢上次講嘅嘢，因為由上次7月到而家，加拿大同美國或者全球個貿易戰，有冇好升溫咧？又冇嚇，你話卡住喺度，又好似唔上唔落咁，仍然有好多即係不穩定嘅因素。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就冇一個好嚴重嘅惡化。咁而今日央行行長咧就進一步解釋啦，亦都俾咗3個主要嘅理由，點解佢決定重申呢個減息嘅步伐咧？咁樣樣，第一個原因咧，當然就同個就業市場咧係有關係㗎啦。如果你睇下整個加拿大嘅失業率咧，就已經咧升到7.1%。咁如果喺歷史裏邊睇咧，7.1%咧，其實係一個相當高嘅水平嘅，即係扣除咗即係疫情嗰陣時唔好計一個特殊嘅情況啦。7.1%咧，你最少咧要去翻即係大約10年前，即係2015啊，又或者2014咧，先至睇到咧有7.1%咁高嘅失業率嘅。而更加重要咧就係如果你睇下嗰陣時7.1%嘅失業率。其實當其時 Bank of Canada 嗰個 policy 嘅 interest rate，即係個利率，其實係幾多咧？係低到咧接近1%嘅。所以我一直以嚟咧，即係由上年開始講咧，都係話有好大嘅減息空間。咁結果咧，今日咧就減咗25點子，就由2.75咧就減到2.5。咁仍然咧，比即係往日個1%或者低過1%咧，仍然係即係高好多嘅。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，我亦都覺得係咧最主要嘅原因，就係個勞動力市場咧好明顯咧出現一個疲態嘅。咁而第二個原因咧，佢就講整體嚟講咧個 inflation 咧其實個壓力咧係逐步減少嘅。不過好多人就會問行長，亦都喺個記招裏邊咧都重複就話：喂，其實你睇個數字嚟講，而家加拿大個通脹唔係咁低嘅啫喎。嗱，如果你睇個 total inflation 咧，就係低過央行嗰個 target 嘅2%嘅。即係最新8月份嘅數字係1.9%。不過以前咧我都解釋過點解嗰個整體通脹係低過2%咧。主要原因咧就因為 Carney 上咗場之後咧，就將個 carbon tax 咧減咗。咁所以喺汽油上面咧，大家入油咧都感覺到咧係平咗好多嘅。咁因為呢一樣嘢咧，就令到整體嘅通脹咧壓低咗啦。但係如果你睇下所謂嘅核心通脹，好明顯咧，你睇到仍然咧係高過加拿大央行嗰2%嘅 target 嘅。特別如果你睇下 median 或者 trim 啦，嗱呢兩個咧都係加拿大央行比較注重嘅一個 core inflation，即係核心通脹嘅量度方法。咁仍然咧係喺3%左右嘅。咁如果你睇下扣除食物、能源同埋 indirect taxes，即係話嗰啲 carbon tax 啊呢一啲 sales tax 嘅話咧，其實整體嚟講咧就係2.4%。咁所以其實央行行長咧今日喺個記招裏邊咧都重複講，整體嚟講佢就覺得而家加拿大個通脹大約咧喺2.5%左右。
咁所以咧，仍然咧係高過2%嘅 target 嘅。不過個重點咧就喺個 momentum 裏邊，佢睇到咧好多即係個別嘅項目喺個 CPI 裏邊咧，已經咧係慢慢從個高位裏邊咧係向翻下噶啦。不過咧個數字裏邊咧未仍然顯示出嚟，所以咧佢就好有信心咧，加拿大嘅通脹咧係會喺而家呢個位咧慢慢回落。咁而第三個原因，佢提到咧就係話，本來咧加拿大面對即係美國嗰個嘅關稅咧，就有好多即係對等嘅關稅同佢打翻轉頭噶嘛。咁喺8月嘅時候咧，Mark Carney 亦都將呢啲對等嘅關稅咧係取消。咁所以因為冇咗呢啲對美國貨嗰個入口嘅關稅咧，好明顯嗰個通脹嘅壓力咧亦都減低咗啦。咁所以基於呢3個原因咧。咁就將嗰個息口咧開始咧就減25個點子。咁喺佢嘅講話裏邊咧就冇承諾話會繼續減落去嘅。無論喺佢嘅行文裏邊又或者記招都冇任何嘅承諾。佢就話要睇睇個情況。不過市場咧基本上邊咧都係會覺得再起碼減多一次。咁而呢一樣嘢咧我都係贊成嘅，因為咧喺過去嘅video 裏邊咧，我都同大家即係講過啦。央行咧永遠有一個叫中性利率，即係 neutral rate 嘅 concept。咁喺過去我提咗好多次噶啦。加拿大咧嗰個中性利率咧應該喺2.25%同3.25%呢一個嘅水平裏邊咧就合適啦。即係話當個經濟唔冷又唔熱 just right 嘅時間咧，應該大約咧就喺呢一個嘅水平裏邊。咁而家咧就減到點咧？就去到2.5%，即係話咧貼近呢個中性水平嘅下限啦。咁呢個咧係絕對合適嘅，因為如果你睇下央行行長嘅判斷咧，其實而家加拿大嗰個經濟特別，你睇個失業率咧係喺個 excess supply，基本上邊係好弱嘅。咁所以咧個利率嚟講咧，起碼要去到2.25%，甚至乎更低咧，先至會符合呢個經濟嘅狀況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起碼咧今年咧應該仲有咧25點子減息嘅空間。咁所以今日央行行長 Steve McCallum 咧就清楚指明，未來咧佢會睇3個重要嘅指標。第一就係究竟出口有冇繼續弱落去，因為過去幾個月咧，事實上面加拿大出口去美國咧就跌得好犀利嘅。咁而第二樣嘢會睇嘅就係商業嘅投資，究竟會唔會因為呢啲貿易戰嗰個不明朗因素繼續係低迷咧？因為過去睇到咧，其實好多商業都唔請人，亦都唔投資。咁佢就要睇下呢個情況係咪繼續延續落去。而第三樣嘢咧，就係究竟普羅大眾市民個消費會唔會跌得好犀利啦？特別喺一個失業率繼續向上升嘅環境之下，究竟影響幾大咧？咁所以呢3大因素咧，就係央行嘅着眼點。嗱，如果呢3樣嘢同時間都係唔理想嘅話咧，咁即係代表央行咧會減多過25點子嘅機會咧係相當大啦。咁咧呢個咧就係加拿大嘅情況啦。咁啊講講美國下晝嘅記招，咁佢嘅重點喺邊度咧？咁嗱，美國嘅情況咧同加拿大咧就真係好唔同嘅。嗱，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其實全個市場咧就已經預咗佢今次咧一定會減25點子嘅。即係如果佢唔減咧，成個市場咧基本上邊就真係大混亂噶啦。因為咧喺之前個 Jackson Hole 嗰度咧，佢已經露晒口風，就係話：咦，佢睇到有條件可以開始再減息咯喎，咁樣樣。咁佢今日咧就再講清楚，其實成個思路咧係點樣樣嘅。嗱，其實咧佢講得好清楚，美國咧係面對一個咧可以話進退兩難之境啊。點解係一個困境咧？因為美國嘅聯儲局同加拿大央行最唔同嘅地方咧，佢有所謂嘅 dual mandate。嗰2個重要指標係咩咧？就係低通脹同埋全民就業，即係 full employment。咁而家咧，你發覺呢2樣嘢咧，其實咧係朝住2個相反方向咧走嘅。咁如果大家睇呢張圖咧，就即係非常明顯嘅。鮑威爾咧，佢喺個記招裏邊咧都提到嘅，特別講個 job creation。喺上一次議息嘅時候咧，
當其時鮑威爾仍然都話：哇，美國咧嗰個就業市場情況仍然非常好喎，冇需要減息。但係你睇下，即係過去3個月嘅數字咧，係跌得好犀利嘅。特別如果你睇下即係3個月嘅平均數咧，由2024年開始咧，一路咧大約咧每一個月平均嚟講咧，都係增加15萬份工嘅。咁而家過去幾個月咧，係跌到平均嚟講咧低過5萬，咁所以呢個情況咧係即係非常令人哋擔心嘅，即係個急跌嘅情況非常嚴重。咁所以咧勞動力市場咧就係差啦，失業率咧亦都係一路向上升。咁即係話聯儲局就要保住呢一個就業啦。咁所以咁嘅情況裏邊咧，應該咧聯儲局就選擇減息嘅。但係如果你睇下通脹咧，喺過去幾個月咧就有回升嘅跡象。咁而鮑威爾咧亦都清楚指明咧，呢一個咧係同個關稅咧有好大嘅關係。雖然唔係全部嘅關稅咧都 pass through，即係轉嫁落去個消費者身上，但係部分咧係有出現到嘅。咁所以你睇下咧，聯儲局而家預期2026年，即係出年年底嘅通脹咧，係仍然高過2%，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比3個月之前佢哋嘅預期咧反而係高咗嘅嚇。你睇到藍色嗰啲巴咧就係最新嘅預測，而個 dotted line 個虛線咧就係3個月前佢嘅預測。咁所以無論係2025或者2026甚至2027咧，藍色嘅巴咧都係向右移嘅。咁即係代表咗咧。而家聯儲局嘅睇法就係話，通脹咧就唔會咁快回落到2%，而個情況咧就比3個月之前咧係嚴重咗嘅。咁所以從通脹嘅角度咧，聯儲局就應該咧唔減息嘅。但係從呢個就業嘅角度咧，佢就應該減息嘅。咁所以咧，鮑威爾講咗好多次咧，佢話而家咁嘅情況咧就係央行最困難嘅一個 situation。減息又死，唔減息又死，因為佢有 dual mandate 啊嘛。加拿大就好簡單嘅啫，加拿大永遠就睇一個指標，就係個通脹。但係美國因為有個 dual mandate，佢哋又要保就業，又要咧壓低通脹。咁佢就話咧，而家可以講話係兩害取其輕。咁佢咧就話，因為就業嘅情況嗰個 risk 危險性咧越嚟越大，所以咧佢就選擇減息嚟到保個就業。咁就唔係代表咧另外一個 mandate，即係話嗰個 inflation 唔重要。不過兩者之間，既然咁行又死，咁又行死，就唯有咧兩害取其輕。咁所以呢一個 argument 咧，大家一定要好留意。所以咧市場咧普遍認為咧，其實聯儲局咧都唔係好想減息嘅，特別即係鮑威爾嚟講啦。咁當然。喺整個論述裏邊咧，好多人都會問佢啊，即係政治壓力係點？咁當然，鮑威爾喺一個公眾場合咧，佢個面口都係燶燶地㗎啦。咁不過咧，起碼咧佢就冇乜即係大嘅談論喺呢方面，仍然就話哦，聯儲局咧都係睇住數據。咁好明顯咧係有幾大嘅政治壓力喺度嘅。咁跟住落嚟，會點咧？咁就有兩樣嘢咧可以睇到嘅。第一就係咧聯儲局咧今次咧就公布咗嗰個 dot plot。嗱，可能大家咧即係都認識呢個咩叫 dot plot 㗎啦。每一點咧就代表個 FOMC 裏邊嘅 participants，佢覺得到2025年嘅年底應該嘅息口喺邊度咧咁樣。咁所以每一點咧就代表一個 member，總共咧如果我冇數錯或者應該咧就係19點嘅。咁所以你發覺咧2025年咧其實聯儲局而家對於年底嘅睇法咧，係非常之可以講得話咧分歧嘅，有一個 member 咧，佢竟然覺得咧係應該減多125個 basis point，呢個咧絕對係 outlier。好明顯呢個睇法咧就同特朗普一樣啦，係因為特朗普覺得應該係大幅減息嘅，但係咧有好多人咧都覺得咧到年底咧應該再減多2次息，咁即係話咧可能10月會減多次，然之後12月再減一次。但係有另外一大扎人咧，佢就覺得唔應該再減息，甚至乎咧有一個人認為咧，調轉頭要加翻息添。咁所以好明顯咧，整個聯儲局裏邊而家嘅睇法咧係非常之分歧。
啊，雖然個 median 即係中間數咧就係話會減多50點子，但係你睇個分佈咧，其實就唔係得咁一致嘅，好明顯咧就分開咗兩個派系㗎啦。咁究竟跟住落嚟會點咧？當然就要喺聯儲局裏邊咧去解決。如果市場嚟講咧，仍然咧就會覺得咧喺到年底減兩次嘅機會咧係接近80%。而減一次嘅機會咧係20%，咁所以仍然市場覺得咧再減多兩次嘅機會咧係大好多。好啦，咁啊講完咧理據，講完跟住落嚟仲有幾多減息空間之後咧，我就想講講，其實整件事咧個重點就係究竟減咗息對刺激經濟嘅作用有幾大咧咁。嗱，大家睇到咧，就係所謂嘅 yield curve，即係個孳息率啦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話唔同年期嘅債息，究竟而家係乜嘢嘅利率咧？咁由3個月、1年、2年、3年、5年、10年、30年咧，你都睇到噶啦。咁而呢一個孳息率咧，其實咧係會浮動嘅。嗱，首先咧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其實央行能夠控制嘅咧，就係好前邊嗰一橛仔嘅孳息率啊。正式嚟講咧，就係個 overnight rate。咁中文咧，好似就譯做即係隔夜拆息咁上下嘅嘢啦嚇。至於其他債券，即係國債個息口，無論你係3個月、1年、3年、5年、10年都好咧，其實係由市場決定嘅。不過市場咧，亦都當然咧會睇聯儲局嘅決定嘅。咁所以當聯儲局減息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睇到咧成條嘅孳息率咧，基本上面咧就會向下移嘅。咁所以大家睇到而家咧就係紫色嗰條就係1個月之前嘅孳息率，而今日嘅孳息率咧好明顯咧都係向下移。咁即係話咧，呢個係一個正常嘅情況，代表咗咧聯儲局減息咧，唔單止咧係影響到佢可以直接控制嗰個 overnight rate，而成條 yield curve 咧，無論係咩年期，即係1年、3年、5年、10年都好咧，都會因為咁咧向下移啦。呢個咧就係正常嘅情況。咁代表咧市場而家咧仍然係好聽聯儲局嗰支笛嘅。嗱，不過咧喺上兩個 video 即係講金同埋講即係全球債息開始向上升嘅時候咧，我就提到就係話，咦，市場其實會唔會開始對咁多個國家唔同嘅國債有一個反應咧？咁嗱，如果呢樣嘢真係出現嘅話咧，代表咗乜嘢咧？代表咗聯儲局佢會繼續減息。減息嘅時間咧，仍然可以控制到成個孳息率前嗰橛，但係後嗰橛佢控制唔到嘅話咧，就代表佢減咗息咧，後嗰橛咧都會增加嘅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成條孳息率咧就會變咗咧更加 steep 嘅啦，即係更加傾斜。咁呢一個情況咧係大家需要密切留意嘅，因為如果佢減咗息，只會令到嗰條嘅 yield curve steepen 咗更加斜嘅話咧，就代表咗佢無可否認控制咗前邊，但係其他嘅息率可能3年、5年、10年調翻轉頭，因為其他嘅緣故升嘅話咧，就代表成個借貸市場咧其實仍然係非常緊張嘅，因為嗰啲利率冇跌到啊嘛。就算銀行同業之間個拆息跌咗都好，個 overnight 跌咗都好，其他借貸活動係冇俾呢一樣嘢影響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永遠講央行嘅加減息咧，一定要講埋究竟佢點樣個息口影響到成個經濟嘅活動高定係低？咁呢個咧係同條 yield curve 咧有個莫大嘅關係。咁所以跟住落嚟咧，大家要留意，唔係淨係睇究竟央行會減幾多息，而係佢減咗息之後，成條 yield curve 有冇出現一個異常嘅情況？啊，異常嘅情況就係將成條 yield curve 咧變咗更加傾斜，即係更加 steep，唔係成條 yield curve 咧向下移。咁呢個咧就係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啦。好啦，今日咧就講到呢度，希望俾大家咧最少知道個理據喺邊度啦。跟住落嚟會減幾多息啦，同埋喺整個市場裏邊有邊一點係最值得大家留意，就唔係淨係喺
央行會減幾多息，同埋市場究竟佢減息之後成條 U curve 嘅反應啦。好，下次同大家講唔同嘅話題，再見，拜拜。